套電影啦。嗱，因為今日咧就係、直情今日啦吓，咁啊6月30號啊，就係阿家駒嘅逝世咧，就33週年噶啦。即係呢個時間其實就即係不知不覺啦吓。咁啊，阿家駒你見到咧，咁我登咗出嚟咧，嗱嗰啲嘅唱片咧就係我私人嘅收藏嚟嘅。哦，正嘅。咁嗰啲唱片咧，我咪淨係家駒佢喺度時候先買咧？嗱，其實唔係嘅。嗱，我俾你睇下。嗱，我對 Beyond 嘅支持咧，算係咁啊。嗯嗱，你見到咧右邊咧嗰個嘅即係嗰個唱片咧，就係阿家駒過身之後，嗯咁阿 Paul 啦嚇，阿黃貫中啦，阿家強啦，阿世榮啦，佢哋出嘅叫做話仍然係即係佢哋出嘅唱片，都支持佢哋噶啦。但係啲歌就覺得真係差咁好遠，都支持。其次下面嗰隻咧，嗰隻叫活着變精彩啊，就係阿 Paul 去作曲填詞嘅。咁嗯當時咧就香港電台咧有一個嘅叫做話嗰啲暑期節目啦嚇，個節目咧個名啊電視度播嘅，就係叫做咧呢個完全學生手冊。咁啊講緊咧係一個喺即係啲夜晚時間啦，咁啊可能播15分鐘啦，香港電台電視部製作嘅。咁我當時為咗攞呢一隻嘅，即係佢嘅主題曲咧，就阿 Paul 呢一隻嘅活着變精彩咧。咁我專登咧就寫咗成1000字嘅感想啊，去個徵文比賽啊。哇，有心有心。咁啊，佢應該係頭幾名咧，佢就會送嗰隻而家你見到隻唱片啊，隻唱嗯片就係專登咧係呢個節目紀念，跟住就入面就係一首歌，就係佢首主題曲，寫到明啊黃貫中嚟到去即係作曲作詞，咁啊編曲係 Beyond，主唱咧就係 Beyond 咁樣，咁嗯啊有埋歌詞啦，咁啊有埋佢簽名啦，咁啊呢一碟啊街冇得賣嘅，就係滾石去出俾呢個香港電台嘅節目，嗯咁啊完全一隻係唔係用錢買翻嚟嘅，係要你徵文比賽用你嘅文章走去換嘅一隻碟嚟嘅，咁啊好高興啦！當時當時香港電台嗰邊同我講啦嚇，咁啊因為佢名額好少嘅，嗰陣時得幾個啫，咁啊我係一隻啦咁樣，咁啊我啊好支持 Beyond 嘅，喺家駒走後都好支持嘅。咁佢有一套紀錄片啦，就係紀念呢個咧阿家駒逝世33週年。咁到紀錄片咧，咁啊即係大家見到封面咧，我登咗出嚟嘅。咁啊個紀錄片就叫《真的相識過》，嗯就係咧揾咗阿世榮啦、葉世榮啦，跟住同埋咧家駒一直咧佢出道之前玩音樂啊，即係嗰隊嘅樂隊啦。咁連埋咧，佢一直以嚟嗰啲女朋友，佢啲女啊，佢由佢哋嚟講翻黃家駒嘅事。嗱咁樣咧，佢哋啊，因為真係相識佢啊嘛，係咪？甚至乎好似阿家駒個司機咁樣，真係識佢啊嘛。咁所以佢叫真的相識過啦。咁今日咧我啊改咗一下個題。個題咧就因為咧，即係純粹我係一個聽曲嘅叫歌迷啦咁樣。咁所以就叫呢個感恩相識過啦，係咪？即係感恩黃家駒咧。就即係呢個咁啊！呢一個嘅紀錄片咧，我話支持大家咧係俾錢咧入場去睇嘅。咁啊，而家就上緊啦。咁基本上咧，就呢套片咧就唔係一啲大片啦，就甚至乎咧，如果你喺電影院嘅級數咧，我覺得咧啲戲院重視佢啊，可能仲少過 Batman 呢個 He-Man。He-Man 真人版咧，可能咧戲院咧都仲覺得咧係大片過佢嘅，所以咧其實澳門咧就好少地方有得上㗎咋。咁啊，其中一個咧有得上嘅地方就多謝阿東哥啦、呂耀東啦，就銀河嘅電影院就攞咗3樓一個細嘅電影廳咧，就上呢套片。咁另外咧就喺
其他嘅地方就算有得上咧，佢可能全日先得一場或者半場咁樣。咁啊，所以其實我覺得如果你係即係 Beyond 嘅 fans 啦，你點都去支持下啦，因為其實而家去到今時今日，仲有任何家駒排頭嘅嘢出嚟，係咪啊？即係你唔好話乜都好啦，就算你即係喺大陸，我見個人佢個樣又好似黃家駒，佢唱歌嗰啲唱法唱腔佢都係跟黃家駒好相似嘅，我都覺得好正噶。嗯哼，因為其實你呢個係一個情意結嚟噶嘛，係一個即係屬於自己個年代嘅情意結嚟啊嘛，咁啊好難得嘅。所以咧，我就即係我亦都覺得咧，喺我而家咁嘅歲數咧，我呢世人咧都唔會有一個可以同家駒相提並論佢中意嘅歌手或者樂隊噶啦，唔會有噶啦，直到死都唔會有噶啦。咁我覺得，因為好坦白講咧，我就已經冇嗰種話留意啲明星啊、歌手啊嗰啲，已經好耐啦。可能我仲係沉迷個年代，即係聽嚟聽去都係聽舊歌啊。呢樣嘢咧就其實個人走唔出啊，走唔出90年代。即係呢樣嘢其實係一個情意結嚟嘅。係最美好。嗱咁而咧，家駒嗰個年代啦，你如果睇翻咧，今日我登出嚟嗰張相咧，咁啊兩隻佢嘅大碟，一隻叫 Beyond 樂與怒，咁入面咧即係有嘅歌咧，咁就都好經典嘅。咁我是憤怒啦，爸爸媽媽啦，和平與愛啦，命運是你家，海闊天空，狂人山莊，妄想完全地愛吧，情人走不開的快樂，無謂，全部咧都係嗰啲91、92年嘅叫做話 Beyond 最當打年份嘅歌咯。咁跟住咧，再另外嗰隻咧，咁叫做呢個繼續革命，咁就係即係又係 Beyond 1992年91年嘅曲啦。咁入邊咁有呢個長城啦、農民啦、不可一世啦、遙望啦、溫暖的家鄉啦、可否衝破啦、快樂王國啦、繼續沉醉、早班火車、厭倦寂寞、無語問蒼天。咁當然仲有一個，因為我今日即係我後尾講翻嚟啦，我未有時間揾唔切，因為我其實今日咧就本來想揾埋啲劇集帶俾大家聽嘅，俾大家睇嘅，想影埋出嚟。因為你如果 Beyond 嚟計咧，其實今次你睇套紀錄片咧，佢都有講到，其實嗰個時代咧，其實咧大家唔好忘記就係，其實 Beyond 係由劇集帶開始嘅，由聽呢個 Sony Walkman 嘅劇集帶開始嘅。咁另外咧，其實如果聽碟嗰啲咧，其實佢哋聽嘅就係黑膠唱片。咁至於嗰陣時咧，又例如嗰啲我喺91、92年買嗰啲頭先講嗰啲繼續革命嗰啲咧就係當時算係一啲好新嘅嘢啦 ，CD 啦。咁亦都係咧當時出嘅 CD 咧，其實有好多隻咧，個第一版咧個底係金色嘅。咁樣咧，其實叫金碟啦。咁即係好可惜，我手上嗰隻 Beyond 樂與怒就唔係第一版嚟嘅，應該係即係當時賣斷咗第一次再翻嗰隻啦。咁都可惜，但係冇辦法咧。對於我嚟計咧，當時買一隻咁嘅碟咧，即係哪怕你而家睇翻，其實只係區幾十蚊，但係對於個小學生嚟講咧，真係攞咗條命㗎啦，明唔明？係啦，都有錢嘅。係啊，咁所以即係對於我嚟計咧，呢啲碟咧就係即係我自己每日即係買一盒維他奶買條嗰啲咩魷魚絲定乜嘢咁樣，逐蚊慳翻嚟。咁所以換翻嚟包括買嗰啲星矢嘅磁石、柳萬面卡女，全部
都唔去搞，就係為咗咧買一隻嘅即係唱碟啊，或者嗰啲劇室帶啦嚇。咁其實就係一啲好重要回憶啦。即係我有諗過，即係好似我手頭上，我將繼續革命係初版嚟嘅。咁啊，其實都幾無價㗎啦嚇。如果而家你見到出去信和咁，今時今日應該係當年嘅售價嘅10倍啊，定20倍啊。咁但係我都唔會買㗎啦，因為即係我覺得，就算我無論我移民又好，即係呢啲 Beyond 嘅碟都要跟住我飛，我死咗咪跟我落棺材咯。我就唔打算係將呢啲對我嚟講咁珍貴嘅嘢咧，其實咩價錢我都唔會諗噶啦，因為喺我心目中已經超越所有嘅價錢。即係如果你問我真正嘅無價寶咧，喺我心目中咧就唔係嗰啲後嚟再先得到嘅嗰啲好貴嘅玩具啊，或者同你講嘅話嗰啲咩什麼 Warhammer 即係成萬銀一盒嗰啲，唔係，呢啲先係無價寶。我講真嘅，咁啊，即係 Beyond 嚟計啦，其實講翻啦嚇，佢當紅嘅時候，其實咧就係90年代初啦。咁但係其實佢真正即係出嚟咧嘅時間咧，就係即係真正脫變啊！佢由呢一個嘅即係玩音樂啦、玩 band 夾 band 啦、band 友啦，變到成為呢個商業化啦，出到嚟咧，其實就係80幾年嘅事啦。係啊，咁其實咧嗱，即係80幾年嘅時候咧，其實你見到咧 Beyond 嗰陣時嘅心境咧，即係嗱，我細個就真係我邊有呢啲資訊啦，同埋我邊識啫，邊真係唔識噶嘛，就係聽嗰啲歌啫嘛，邊識啫。所以嗱 Beyond 咧，即係你唔同年紀你睇翻咧，你就會覺得咧，有唔同感覺嘅嗱。例如今日咧，你見到封面咧嗰張嘅卡啦，其實就係你睇嗰個即係 Beyond 嗰套紀錄片咧，佢33週年紀錄片咧，就佢入面咧會送埋俾你嘅。咁啊入面咧就係有張卡啦，咁另外咧紅色嗰塊咧就吉他 pick 啊。咁啊嗰塊 pick 就唔係紙片做啊，係真係攞膠嚟做啊。咁啊，但係當然啦嚇，如果你真係玩過吉他嘅朋友，你知啊，真嗰塊係大少少嘅，即係呢塊就細啲嘅。咁啊，咁即係當然啦。咁呢張卡對我嚟計，咁都即係覺得好有心啦。即係你而家其實睇電影好多時，你睇 Marvel 就送嗰啲咩蜘蛛俠啊、Iron Man 啊嗰啲嘅海報或者一啲嘅 postcard 嗰啲。但係你一直睇呢套紀錄片咧，你睇翻咧，其實咧就一張咁簡單嘅卡咧，咁上面影翻即係佢嗰啲演唱會嗰啲樣啦。咁啊，你又覺得好即係好重要啊。咁啊嗱，入面咧又話家駒咧，嗰啲卡後面就係家駒咧講個説話。咁啊，佢講過啦，佢話音樂咧係生命入面一個節奏啊。咁另外嗰個咧就話啦，就每件事都係發自內心嘅，要感動人一定要先感動自己。嗱，咁呢樣嘢咧，其實多謝聽眾係去即係請飲咖啡啦，多謝大家啦。咁大家支持，多謝。咁啊，即係我想講咧，其實咧呢套電影咧，我真係好介紹大家咧去睇啊。就算你係即係，就算你係好忙都好咧，唔好首先你唔好 prefer 上網會有得睇翻版。我覺得係冇噶。我覺得冇機會睇翻版噶，因為嗰個受眾未必太多啊。同埋咧，第二啊，我唔知佢之後會唔會出翻 DVD 或者藍光碟，但係咧，我覺得大家值得去睇一次嘅，因為咧佢入面咧。佢將好多歌咧，佢冇成首播出嚟，但係佢好多咧，佢係將啲歌咧，嗰啲好重要嘅部分，即係例如嗰啲 intro 啊，入邊嗰啲前調啊、副歌嗰啲咧，佢有分翻出嚟噶。咁嗱，你用戲院嘅音樂嚟分翻出嚟咧，就唔同嘅，唔同你就咁喺屋企睇電腦啊，
唔同你喺個電視機前面睇嘅，嗰個震撼力咧係，即係個回響係好勁嘅。咁啊，即係好希望大家去親身感受一下啦，因為即係呢啲係真真正正嘅，我都唔可以講話童年啊。其實我覺得呢個係雖然認識得佢好早啊，因為你諗下，其實佢 Beyond 落雨路91年時候，其實我幾多歲啊？老實講，即係坦白講，即係嗰陣時10歲都未有。咁其實，所以即係嗰陣時啲人又覺得你聽 Beyond 係好壞啊嘛。其實有咩壞啫？只不過感覺係反叛啫嘛。其實你嗰 Beyond 感覺係反叛嗱。例如今日我哋張圖，如果咧好多謝聽眾請飲咖啡，好多謝 ，thank you。Beyond 啲歌詞好正，我相信1000幾百年後 Beyond 嘅詞會成為華夏文化歷史上視為經典，一啲都唔誇張。如宋詞都係宋代流行曲嘅歌詞嗱。其實咧，聽眾我必須咁講，如果你有留意一個未來人咧翻嚟講嘅咧，其實我聽到嗰啲未來人翻嚟咧，係2030幾年時候，佢哋都會有人聽 Beyond 嘅歌啊。所以其實我相信 Beyond 喺我死咗之後咧，都仍然大班人聽。咁我就唔相信係好多歌手做得到呢樣嘢，係嘛？嗱，咁你喺入面咧，你要解構幾樣嘢啊？嗱，第一呢套嘅紀錄片咧，佢冇一個好準嘅時序話俾你知吓，幾多年幾多月幾多號發生過咩事，跟住家駒幾時喺嗰個日本電視台咩節目入面碌個落嚟，跟住又點又點，同埋佢即係將例如家駒咧過身之後，嗰啲 fans 喺街度追車啦，大家有睇新聞就記得啦。喺嗰啲瘋狂情況啊，抱頭啲畫面，佢完全一個都冇出嘅。佢直情連家駒去日本電視台上個節目同埋發生意外嗰單嘢，佢都冇講到。嗱，其實咧呢個嘅處理手法咧，佢唔同一般嚟計，佢反而咧佢係着重咗好多係個人性方面啊。咁所以我建議大家咧係可以去睇一睇，因為嗱，如果你睇 Beyond 咧，我相信啦，如果呢個睇得嘅，應該年紀唔會話太細噶啦。基本上我諗大家啊，一係70後，一係80後，90後就好難噶啦。好坦白講，係90後好難嘅，因為我講一句好實在啊。其實咧，唔好話90後啊，其實我自己身邊啲朋友咧，都唔係咁 Beyond 嘅死忠嚟嘅。點解咧？因為佢哋嗰陣時，如果你講翻91、92、93年，佢仲都係大家都係嗰個時代，都係即係可能讀咗小學咧，未係咁真係有嗰個即係聽音樂嗰種嘅文化咁 touch 啊。可能個個其實聽嘅音樂都係閃電傳真機啊嘛，即係聽緊無線嗰啲咧，即係嘛，烏卒卒好似一個咩烏卒卒嗰啲咁嘅歌啊，嗰啲兒歌啊，可能其次咪就係聽嗰啲即係嗰啲動畫嗰啲聖鬥士星矢啊，咩機動戰士雷霆一擊嗰啲咁嘅歌咯。我哋基本你唔會真係好聽，同埋你就算聽嗰陣時，你都聽晒嗰啲即係叫做話其他嘅嗰啲流行歌手啦。咁跟住之後咧，其實家駒過身之後咧，當呢班人真係上到去中一啦、中二嗰啲環境咧，嗰陣時其實周星馳帶嚟嘅衝擊好大，佢蓋過晒所有嘅流行音樂啊，其他嘢噶，可以同周星馳抗衡嘅就係聖鬥士星矢啦，就係龍珠，龍珠啦，聖鬥士星矢啦，足球小將啦，咁即係我認真好認真，呢個係我角度嚟嘅，因為咁變咗你嗰個其實，如果尤其是你，即係如果你我所講咧，你係即係家駒過身之後咧，你先升中學嗰班人咧，你就發覺嗰陣時係完全個 Beyond 嗰個已經係冇咗啦。尤其是家駒過身之後，嗱，家駒過身之後咧，我去買阿世榮、阿黃貫中同埋嗰隻即係家強嗰隻碟嘅時候，
我幾乎俾全班笑我。佢話即係點解你會買隻咁嘅垃圾啊？咁因為我好記得嘅，咁因為佢哋係淨連聽都唔肯去聽噶嘛。咁當時其實你好慘啊！你覺得即係喂屌你都唔識嘅你班契弟，因為你哋幾都冇聽黃家駒唱歌，即係你明唔明嗰種？嗰種角度，屌同你講經咩？你都冇聽過黃家駒唱歌，你都冇聽過。喂，你識咩叫大地咩？你識乜嘢叫喜歡你咩？你識咩叫早班火車咩？係嘛？你識咩叫命運是你家咩？你乜都唔識。你識咩叫阿瑪尼咩？唔識啊？係咪啊？即係阿瑪尼，我最記得，我有一次同人講阿瑪尼，佢話我着嗰個阿瑪尼係嘛？我唔係啊，我話咧。嗰陣時，Beyond 咧，阿黃家駒咧去過非洲啊，跟住同班僆仔即係錄咗個節目，跟住咧係嘰哩咕嚕講嗰啲非洲話咧，跟住嗰首歌啊，佢哋係唔明啊。當時答到我爹，我反而係嗰陣時嗰個即係叫年紀大啲咧，係唔知即係中六定係大學一年級嗰個嘅。即係義工姐姐啊，佢翻嚟教啊嘛，教我哋啊嘛，教補習班啊，跟住佢私下喺度呆咯，吓你都有聽過啊？咁樣，我話係啊，我好中意啊咁樣，跟住佢又話係啊，我都好中意啊，咁喺度講咯。但係你諗下嗱，如果嗰陣時假設嗰個姐姐係大學 Year One，咁佢係咩年代啊？你諗下，70年代咯，Year One， 70年代，即係七幾年出世人咯。嗱，所以咧。其實我就好清楚呢樣嘢，亦都係咧，即係我人生入面咧，好少有同年人一個嘅代溝嚟噶，就係嗰個即係包括其實喺我細個嘅時候，即係講緊10零歲時候，其實我人生就係每日部 Discman， 一係焚 Beyond， 一係入面焚嘅就係機械人大戰嗰啲歌啫嘛。即係咩鐵甲麻俠啊，銀河大帝嗰啲啊，焚高達啊嗰啲咯，千年女王嗰啲。唔係，你講嗰啲係中文唱啊，所以我就冇焚嘅。我焚嗰啲係真係日文原裝嗰啲，係啊，即係我焚嗰啲就係即係水木真一啊嘛，即係嗰班咯，即係我焚親就係嗰啲咯吓，即係嗰啲即係一係高達嗰啲咯，係啊，咁啊，其次就 Beyond 噶啦。其實我每日袋住翻學嘅碟，其中一隻就係 Beyond 嚟嘅，咁啊。我連去學校啲旅行咧，我都係聽緊 Beyond 啲歌。其實對我嚟計咧，我覺得 Beyond 係我人生唔會再有噶啦，因為嗰種聽咧，你覺得唔厭在咧，就算你朝頭早聽啦、晏晝聽啦、夜晚聽啦、瞓覺前聽啦，你幾時聽你都唔會覺得厭啊！即係同一樣嘢。點解我咁鍾情嗰個年代咧？90年代咧，你發覺周星馳啲戲都係咁噶嘛？喂，就算咧，你已經睇過無數次噶啦，嗰啲咩《逃學威龍》第一集，但係咧，即係基本上你打開個電視，諗個電視，打開 YouTube， 你聽到個奪命鉸剪腳佢講啲對話，喂，你好多句你自己都接到下一句啦，係咪？係咪先？即係咁滯。係咯，咁你發覺就係唔厭噶喎，即係你睇周星馳啲戲，其實嗰陣時咧聽 Beyond 啲歌都係咁啊，但係問題咧。喺你年輕嘅時候咧，你聽 Beyond 咧，你係真係聽，你就反而咧唔係咧，係好似後來咁樣咧，聽親咧，你係好似覺得咧，佢入到你個心啊，好似係靈魂共鳴啊嘛。其實嗱呢個咧，就我諗我可能我人生咧，其實不知不覺最早開 channel 零嘅時候，其實就聽 Beyond 嘅歌。我嗱呢個後尾有諗噶，因為其實後尾咧，你發覺有啲歌咧係完全好似聽到入骨咁樣嗰個感覺，聽到入你啲血入面咁啊，咁就係 Beyond 啲歌，咁其他冇噶啦，即係你同我講嗰啲劉德華咩都好咧，都冇嗰種感覺嘅吓，咁甚至乎咧去到今日咧吓，就算我喺戲院度睇翻，喂佢播嗰啲 Beyond 嗰啲歌，佢就算係播少少都好咧，你個感覺係即係好真嘅，即係嗰種咁嘅直情好似係焚入你個心入面咁噶，即係佢唔使唱噶，佢唔使用口唱噶，佢嗰段嘅 melody 啊，佢嗰段嘅
音樂啊，佢好似你覺得好似係馴入去你個心咁嘛。咁其實冇第二個嘅歌星或者冇第二個流行曲嘅人咧係做到呢個效果噶啦，真係噶。咁啊，所以對我嚟計咧就係好獨特嘅。咁而啦，其實你睇套紀錄片咧，咁佢入邊咧，佢係揾咗好多家駒嗱。其實嗱，我講咧就唔關 Beyond 事啊，淨係黃家駒一個啫。就揾咗好多咧佢身邊識嘅人嗱，其實包括咧佢成個嘅搖滾路咧，其實佢出嚟未有 Beyond 未夾 band，佢識嘅嗰個人就係叫葉世榮，係啊，即係 Beyond 打鼓嗰個世榮，打鼓就係佢第一個識嘅人嚟噶。嗰個就係耐到咧，佢未出嚟玩 band，未係去夾 band 啊，未有 Beyond 呢個字嘅時候咧，已經出現嘅人啦。咁亦都咧有你計時間咧，佢比起嗰啲咧黃冠坡啊黃家強嗰啲咧，係早過一個層次一個層級嘅。咁所以咧，今次呢個紀錄片咧，世榮咧係嗰個監製嚟㗎。咁你其實咧嗱，如果你睇過呢個葉世榮咧，你睇佢一直咧由以前去到而家咧，其實首先佢係Beyond 四個入面啦，佢係最靚仔一個嚟嘅。你睇翻啲封面，好典型，佢好典型嘅打鼓佬，係即係佢個樣貌個外形係最靚仔一個。咁第二咧，佢又冇正式整水嘅，就係啲頭髮又冇特別長啦，好企理啦，好典型嘅一個人。但係佢咧就唔多嘢講啊，呢個人。咁但係今次咧，佢講咗好多嘢嘅喺入面，包括佢有講同家駒嘅相識啦，中間啲細節啦，同埋後面咧好重要一 part。臨尾完咧，佢會每個嘉賓突如其來問佢一條問題，嗰條問題咧其實好簡單嘅。以你認識嘅黃家駒，其實佢係咩顏色啊？嗱，咁呢一 part 其實好重要嘅，因為咧你發覺咧去到最尾咧入面得幾個人去講噶咋，就話咧因為通常啲人都話有啲又話佢藍色啦，因為個人啊好憂鬱噶嘛。咁啊，佢啲女又話佢咧有時又係似深藍色啦，有時似灰色啦嗰啲。咁但係去到最尾咧就呢個世榮啦，同埋佢嗰個嘅叫做話佢第一個嘅即係叫樂隊唱片嘅經理人啦，就話咧佢係彩色嘅，即係佢係可以激發好多唔同嘅顏色噶。嗱，點解咧？如果你聽開 Beyond 啲歌聽得多嘅話，你就知道咧乜嘢咧？其實佢咧嗰個音域好廣嘅，係啊。咁而嗰個音域廣在咧，你留意下，其實 Beyond 啊，佢有分咗幾個系列噶。嗱，第一，佢有一個咧係嗰陣時好興嘅嗰種咧，係嗰個祖國情懷系列。長城啊。你聽嗰啲長城啊、大地啊嗰啲，全部祖國情懷系列。但係個祖國情懷就唔係而家嗰啲啊，喂，乜嘢都平笑啊，乜嘢都中國係乜乜第一啊，嗰啲唔係。佢嘅祖國情懷唔係嗰個共產黨嘅情懷，而係中國嘅情懷，即係嗰種中華文化嘅情懷啊。嗱，呢樣嘢咧，鄉土情懷咯，其實好緊要嘅。嗱，咁跟住另外第二樣咧，佢就係嗰個咧，佢係將周邊嘅感情寫落去啊。嗱，例如咧嗰個真的愛你嗰啲咧，佢基本上嗰啲咧，佢就唔係情意塔合歌嚟，即係佢唔係個對象咧，唔係唱親，唔係唱俾女啊，就唱俾仔啊，唔係嗰啲嚟噶。即係你會發覺咧，佢係好着重嗰個人嘅感情嘅。嗱，跟住咧第三咧，其實佢有一啲咧就係好典型咧，佢要係商業，但係佢都要維持嗰種咩啊，玩 rock 嗰種啊。例如咧金屬狂人啦，不可一世啦。尤其是如果你聽翻咧金屬狂人咧開頭嗰段嘅 melody 咧，其實例如你嗰陣時你一嗌咧，其實嗰一種嘅 War and Roll 嗰種金屬狂人嗰個，你一聽翻嗰一段咧，其實係絕對你香港即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噶啦。你係冇第二隊 band 咧，就算 even 嗰啲咩什麼泰迪羅賓啊，嗰個咩
善仲文定乜嘢嗰啲咧？Blue 定咪 Jeans，Blue Jeans，Blue Jeans。你都係去唔到佢嗰個境界嘅。嗱，因為點解咧？其實佢最早佢講翻咧，其實佢再見理想首歌咧，其實佢講再見理想咧，佢咪講緊佢即係個理想係唱歌，跟住話佢冇得唱，唔係，佢要同傳統嘅 rock and roll 咧做切割啊。跟住佢要入去咧嗰種嘅商業世界 commercial music。但其實咧，你當時咧，如果你一開波，好似我呢一開波一聽已經係成熟嘅 Beyond 嚟噶啦嘛。即係你嗰陣時嘅你睇嘅家駒就係我而家嗰隻 CD 落雨路嗰個着紅色衫企喺度，嗰個就已經係成熟版嘅家駒嚟噶啦。就唔同咧以往嗰個家駒咧，其實講緊咧就係阿世榮講到咧，佢啱啱相識，連 Beyond 呢個字都未有嘅時候，跟住大家喺度玩咧，跟住嗰陣時大家咧雖然係冇讀過書，但係都係即係會係唱英文歌啦，因為主要嗰陣時 Rock and Roll 咧都係英文噶嘛。跟住咧，佢嗰陣時黃家駒咧就同佢諗點樣將嗰啲即係 Rock and Roll 咧演化落去咧粵語度啊。咁而咧去到後尾咧 Beyond 出道咧，因為要入去嗰個叫大眾，即係叫做話潮流嗰個粵語嗰個樂曲咧，佢又直情咧再作出一個犧牲啊！包括咧，你發覺後嚟嗰啲，甚至乎佢而家全世最勁嗰隻嗰隻海闊天空都好咧。其實嗰種曲咧就係我所講咧4個曲定係咪第4種？嗰種係近似流行曲，但係用 Beyond 方式嚟演繹嘅。嗱，我會將咧呢個講緊啦，遙望啦，喜歡你啦，海闊天空咧，都視為呢個第4種啊。其實第4種咧冇乜邊首差噶，包括早班火車都係啦，每一首咧都係好嘢嚟噶。但係其實咧，你睇翻咧呢啲其實就完全同嗰個 Rock and Roll 咧係背道而馳咗嘅。係Kelby 係嘛，係啦，歡迎你啊！嗱，今日咧阿 Kara 咧，因為咧佢身體有啲唔舒服，所以咧就佢今日應該咧就休息緊。所以佢今日唔會有打咁多字啦。咁啊，大家都注意下嗰個即係天氣唔好啦嚇，身體唔好咧咳咧，大家要睇下醫生啊，有時同埋要小心咧加班啦，會捱壞會胃痛啦。因為阿 Kara 咧就係嗰個早排咧成日加班啊，咁啊加班加到好夜啊，冇得食飯啦，咁啊跟住啊，所以啊胃痛啦，咁啊去睇醫生啦，咁啊所以大家都要注意呢樣嘢咯，咁啊要小心啦，同埋即係我哋呢年紀咧就發燒又唔好忽視啦，都係個重要嘅。咁啊都好多謝阿晶媽，因為阿晶媽咧原來俾咗封利是我，叫我身體健康，好多謝佢。即係其實好少長輩會俾利是我啊，真係多謝晶媽，我將佢當係我嘅長輩啦，好多謝啊。咁啊，另外有一位嘅朋友仔啦，就話俾封利是我哋，叫我哋贊助我哋買支咪，好多謝佢啦，好有心啦。咁啊，香港嘅朋友仔嚟，好多謝啊。咁啊，即係想講一件事，阿家駒咧，其實我細個完全唔識將佢啲歌咧分做以上4個等級噶，我唔識噶，我淨係識聽噶咋。但係咧，你發去到當你個人越大咧，而家咧我嘅年紀咧，其實我就好似當陣時嘅可能係70後啊嗰班人咧，跟住如果佢哋嗰陣時開始係大學嘅年紀聽翻阿家駒咧，或者再大少少啊，佢聽翻家駒，你係聽得到咧另類嗰種分別啊。所以嗱，你又知道咧點解呢個羅大佑咧係講過你 Beyond 嗰個係一個層次喺度嘅，唔係一般聽流行曲嘅人嘅層次，而係當你咧即係唔同時間你聽咧，你會有唔同嘅即係斬獲啊。因為佢係永嗱，點解咩叫永遠年輕啊？黃家駒乜嘢嚟先？呢個係咪一個口號先？係咪佢整起嗰個手勢就叫永遠年輕咧？其實唔係，個重點係佢啲歌咧，你
係幾時你都聽落去咧，係有唔同嘅感覺，同埋你會聽完有唔同嘅睇法啊。嗱，即係大家咧，其實咧，你睇戲入面咧，都不停見到個手勢啊。嗱，我而家打出嚟啊，由大家見到我打出嚟，即係喺嗰個板嗰度，你成日見到佢哋做呢個手勢嘅，係嘛？但係其實做呢個手勢咧，後面咧，你要知道佢哋嗰個心境啊嘛。嗱，同埋咧，黃家駒咧，以佢嘅年紀咧，31歲咧，其實經歷咗好多，所以咧，佢寫出嚟嗰啲詞咧，嗰個感受咁深咧，因為入面咧，除咗佢之後咧，葉世榮啊嗰啲咧，佢哋個思想唔可以話叫成熟，只係話佢哋都思想滄桑啦嗰陣時。佢哋同一般嘅偶像咧，例如出嚟嘅當紅偶像嗰啲年輕偶像係唔同嘅，因為嗰啲偶像咧係冇佢哋咁對人生咁有體會。因為點解咧？尤其是嗰陣時 Beyond 咧，你覺得咧，佢一段時間咧，佢係好多時去 sell 嗰啲咩啊，第三世界啊，啲貧困地方啊，去鼓勵大家去捐錢啊，去親自去嗰啲地方去拍攝啊。其實咧，你一般歌手唔會咁樣噶。嗱，因為點解你睇到咧？其實首先你睇到入面今次公布咗好多啲，即係你以前冇留意到細節噶。嗱，例如黃家駒咧，佢嗰種吉他，嗰首吉他係咩嚟咧？其實古典吉他嚟嘅。個原因點解佢要玩呢個古典吉他咧？咁樣，因為喺入面咧，佢話咧，你可以表達到更加強烈嘅情感啊。而嗰個情感咧，你點樣玩個 C chord 咧？嗱，我唔識我完全唔識音樂噶，我音樂白痴，我完全唔識音樂。我講真嘅，我連唱 K 都唔識嘅，我好多年冇唱過 K 噶啦。咁但係咧，例如佢玩嗰啲嘅 C chord 咧，其實咧，佢點樣可以係去到將一首歌喺入面表現到悲傷，表現到滄桑，甚至乎你見到佢咧填詞，佢點樣填啊？當佢填嗰啲命運是你家，佢專登走到去鵝頸橋，揾一個因為炒股生意失敗嘅人。跟住佢將佢自己作咗嗰首曲，零零碎碎歌詞寫咗啲，寫唔到，跟住交俾個流浪漢，叫個流浪漢，不如你幫我填埋佢啊。其實嗱，佢嗰個音樂嘅境界同造詣咧，你唔可以以當代嘅音樂人嚟到比啊。所以而當時咧，去到話 Beyond 係即係喂意識不良，話佢懷柒啊，因為其中一樣嘢就係因為黃家駒嘅感言，佢當時夠膽公開批評一啲你覺得唔批評得嘅人，例如羅文。嗱，呢個咧就係佢嗰個即係佢個厲害之處啊嘛，因為你覺得其實佢嗰陣時佢30歲，你30歲點批評羅文啊？但係佢就係可以啦。嗱，而呢樣嘢咧，你而家睇翻咧。佢唔係話無的放矢，因為佢本身嗰個音樂個功底咧係好厚啊，甚至乎咧，今次其實你睇翻有啲咧，嗱，個個冇乜懷疑，佢唔係主唱嚟嘅開頭。Beyond 一開頭係有個主唱，不過個主唱移民，係啊，所以佢就出嚟做主唱。咁 Beyond 甚至乎一開頭咧，佢有個主吉他手啊，個主吉他手又走咗。所以佢先出嚟頂埋嗰個主吉他個位，跟住其實佢咧佢嗰一套咧，包括佢對吉他嗰個嘅叫做而家你我話覺得佢個創作啊，佢彈啲歌好聽啊嗰啲咧，其實嗰種嘅執着咧，係佢有嗰種藝術家嘅脾氣嘅。包括入面有啲影像，即係講佢喺演唱會咧，佢不停因為你商業社會，你一定嗰陣時一定過嗰啲僆仔啲狂迷。當時喺台下面去嗌，衝上台嗰度去摸下呢個黃家強嘅 fans 嗰啲行為，咪等於而家去追姜濤啊、莊妙華一樣啫嘛。甚至乎你同嗰陣時追黎明、追郭富城嗰啲人係一樣嘅，就係你阻止唔到啊。但係你對於黃家駒，佢雖然係歌手，但係佢亦都係咧，因為佢係雙子座啊。佢係一個咧好複雜嘅混合體嚟噶，佢亦都係有一個咧好完全個通係好藝術家面嘅。佢好多次咧，佢都係
喺演唱會入面咧，佢叫啲人唔好嘈，靜。成日有時佢會講你俾下面我啦，俾下面你唔俾面我，你俾面我支吉他啦。跟住佢就開始喺度咧，喺度彈啊，彈嗰段嘅叫做話煙草或者咧嗰段曲出嚟啊。其實咧，你留意下咧，黃家強咧，唔係黃家強，黃家駒咧，佢一直嘅創作咧，佢唔係覺得唱嗰首歌係歌嚟，佢覺得首曲嘅所有由頭開始嗰個嘅 melody，嗰個嘅叫做前曲小調，以至到嗰個曲嘅主體副歌每一個部分都係嗰個好重要嘅構成。佢成個構成咗一幅畫咁樣，你冇得話幅畫喂，特別左邊啊係緊要嘅，右邊你會係成幅係一致咁嘛？如果唔係叫咩一幅畫咧？嗱，佢係咁樣睇歌嘅。你唔同咧，即係而家嗰啲，因為你好多時而家作又唔係你作，填詞唔係你填，變咗你淨係負責唱。就算你幾俾情感、幾用心去唱，你都係淨係負責演繹，你就唔係咧。負責將佢創造出嚟啊，而佢又係負責創造埋嗰人，所以咧，佢好多時咧，佢成名之後咧，佢成日想啲人靜，唔好嘈，跟住聽佢去彈嗰首曲出嚟。嗱，其實佢嗰個情操咧，係同以往如果大家咧，你去過啲香港藝術中心啊，去過嗰啲即係叫做話咧，專係譬如你聽嗰啲，尤其是古典吉他。嗰啲演奏家咧，佢冇得唱，佢冇歌唱噶，佢就咁拎住支木吉他喺台上面彈嘅咋。我睇過一次，係好悶嘅。我答你係好撚悶嘅。但係咧，呢啲真係古典音樂啊嘛。嗱，其實你睇佢個樣，喂，又戴耳環又 what， 其實唔係㗎啦，因為佢話俾你知，佢入面嗱，其實呢啲咧真係佢身邊咧最親最 close 嗰啲人先講到出嚟嘅。佢玩嘅唔係潮流音樂，其實佢玩嘅係古典吉他，所以佢自己焚歌咧，佢會焚翻係嗰啲古典吉他17世紀啊嗰啲嘅歌嚟聽。而古典吉他比起現代咧，佢成個音域同埋成首曲咧嗰個嘅即係旋律等等咧係完整好多啊，相對你古典吉他係難學好多啊。嗱，你留意下呢樣嘢，其實咧入面葉世榮都話，其實嗱，你唔好講到佢係個咩大師先，佢都係咧一步一步咁樣去行出嚟，慢慢去磨，慢慢去磨。包括有啲人咧都話啦，你翻到即係已經做完嘢已經攰啦，翻到酒店佢都仲攞住個吉他咧喺度自己自彈自唱。呢一種錯位已經係蓋過所有當代歌手，我感覺藝術家。你就算你講嗰啲咩陳百強啊、許冠傑嗰啲，唔好意思啊，即係我想講一句，你睇完到紀錄片咧，你會更加肯定噶啦。點解一個人可以寫到海闊天空，可以寫到呢啲喜歡你早班火車啊，即係可以寫到呢啲，甚至乎連家強唱嗰啲完全地愛吧嗰啲都係佢寫啊。點解佢可以作到咁多歌，寫到咁多咧？點解佢可以做呢個大廚咧？其實佢唔係淨係做演繹啊。嗱，因為所以其實咧，佢人係本身有深度，而基之嗰種深度係乜嘢？點解會有個咁重嘅感情睇到出嚟咧？因為佢本身嗰個人啊，即係佢對呢個所謂嘅人世間嗰種嘅溝通交流同埋感情咧，嗰種嘅透徹咧，佢好多嘢佢睇得好足啊。佢都好知道呢個世界點運，係都覺得呢個世界咧係有咩問題，所以佢先可以夠膽去俾當時嘅娛樂圈嗰退氣嘅。例如佢話香港只有娛樂圈沒有樂壇啊嘛。係啊，呢句說話係俾人退氣咗好多年嘅，即係話佢啊大言不慚啊，甚至佢公開下批評你香港3大歌手，即係咩羅文啊嗰啲。嗰啲喺人哋角度嗰啲係神嚟噶嘛，神係唔會流血噶嘛，神點可以得到你批評啊？即係喂，就算我哋知羅文係屌係 cam 地嘅，就算我哋知關德興
着衫着到鳩支孖碌，成個又着嗰啲咩牛仔服嗰啲，但係其實喂佢唔打個關德興師傅嚟噶嘛，師傅嚟噶嘛，係咪啊？梗係端莊嘅莊重噶啦，羅文嘅歌王嘅歌係咪啊？即係嗱，你明唔明啊？即係佢點解可以咁樣去批評批判嗰啲人，甚至乎去講出一啲當代人都唔敢講嘅說話，亦都因為你未去到一個層次，你又唔識批評人嘅。其實你批評人，你都好高層次嘅，你唔了解人，你點批評啊？係咪單純你講我話，例如我唔中意，因為佢點樣唔中意？咁你淨係講尤其而家呢一刻，你講我而家唔中意乜嘢唔中意，就因為而家呢乜，你如果就係咁樣，你就太過膚淺啦。你都唔得立體。嗱，我成日去講樣嘢，你要睇一個人或者睇件事啊，你唔係淨係睇佢今時今刻、今個星期或者今個禮拜講嗰啲乜嘢噶，你係應該咧綜合睇埋佢嘅成長，佢嗰條軌跡。所以咧，你後生時候咧，你就唔會睇得到啲嘢，因為你根本唔識睇。但係去到咧而家咧睇翻咧，你就明白晒。包括咧今次咧，其實成套嘢咧，你會發覺噶。我講咧，其實唔介意咧，因為其實呢套唔係算係啲咩大電影啦。但我直接講啦，一個咁重要嘅紀錄片，除咗葉世榮去講關於阿黃家駒點滴，佢細佬黃家強同埋呢個阿黃冠坡係一句都冇講過，一句都冇。仲要入面係有兩個同阿黃家駒係即係佢當時有即係感情深厚嘅女朋友啦嚇，即係唔知，因為佢據聞咧佢又冇公開承認過嘅，即係嚴格上嚟講咧，尤其是即係你發覺入面其實其中一個阿姨啦講嘢咧，嗰個阿姨咧其實係即係佢應該係佢即係第一個啦，係同佢甚至乎住埋過嘅一個女人嚟嘅。咁咧其實佢所講嗰啲嘢咧。即係去到而家，其實嗰啲阿姨都唔後生，都60幾歲噶啦。我想講，其實首先你留意翻咧，即係就算係嗰個阿婆，即係阿葉世榮都60幾歲噶啦，佢唔係後生噶啦。即係你唔會話以為喂係咪講黃家駒嘅人係嗰啲即係40零50歲啊？唔係，全部60噶，全部60過去噶。咁咧其實咧，你睇翻嗰啲阿姨去講翻咧。嗰陣時嗰啲情況其實好少嘅，因為其實咧過往咧，佢哋好似佢細佬咧，係佢對佢身邊呢啲嘅女士咧，唔係個關係絕對唔好嘅。你發覺你即係以前都係啦，包括佢當時同佢即係今次出嚟其中一個係當時諗住同佢結婚，講咗話結婚，但係冇註冊到。佢係出席佢婚禮咧，係直情係希望用未亡人出嚟嘅，但係佢屋企唔俾。話冇過門就冇過門，咁而咧，其實嗰個女人咧係呢世都冇結過婚嘅，因為佢話佢喺佢嗰個思想入邊咧，就已經等於係佢覺得係嫁咗俾阿黃家駒嘅。咁佢冇結過婚嘅，咁當然啦，即係你睇翻你話點解我話嗰啲阿姨，你睇翻個年紀，你都知道係咩咧？佢影出嚟嗰啲，喂嗰個樣，尤其是佢第一個。當年係香港亞姐亞軍嚟嘅，哇，厲害，係嘛？佢咁嗰個亦都係佢第一個經理人啦，係嘛？咁跟住第二個嗰個係本身係嗰個年代嘅歌手嚟嘅，亦都係參加新秀比賽攞冠軍嘅。咁你當時睇個樣，梗係，哇，梗係，即係尤其是你睇翻嗰個年代，即係我成日講噶啦，周慧敏啊。邊個啊？嗰個我好中意嘅藍潔瑛嗰啲咁，冇福無索噶嘛，冇美圖秀秀噶嘛。嗰陣時全部都係為你嘅，你係點嘅樣出嚟就係點嘅樣噶啦。所以嗱，你睇翻咧，佢嗰陣時嗰啲好細個咋，即係佢例如佢，即係佢講翻第一個咧，嗰啲同佢有啲相咧，你睇到個樣係似10零20噶咋，係好後生噶。跟住嗰陣時嗰啲打扮咧，即係例如佢哋嗰陣時即係扮鬼扮馬咧，扮嗰啲即係叫做話。哇！嗰啲點解搽到個面咁樣成個白色魔鬼咁樣？嗰啲係因為同日本 J-Walk 啊嘛，致敬啊嘛。J-Walk 啊，係啊，即係其實你睇到入面，喂，其實嚴格上嚟講，其實阿家駒個年代咪就小室哲哉嘅年代咯。
係咪咧？差唔多，差唔多。係啊，其實佢就係小室哲哉嘅年代嚟㗎啦。即係我 exactly 講翻啊，其實佢就係小室哲哉嘅年代，所以嗱，即係大家你睇翻成件事咧，你要明白㗎。即係個 Beyond 大家話可能對熟，就我哋今日嗱，我哋攞嚟做封面嘅後面嗰張相，你見到嗰張咩相？嗰張係雨傘革命嘅相，雨傘運動嘅相嚟㗎。點解會有呢張相啊？因為嗰陣時全場嘅喺度合照唱《海闊天空》啊嘛。所以我專登攞翻呢張相出嚟啊。嗱，呢張相後面，喂，大家可能好多時後生仔，你又是00後，你識佢就係因為雨傘時候海闊天空，但你唔明白真真正正，因為你根本嗰陣時你一係未出世，因為你年紀太細，你根本冇真正了解過。同埋第二，你聽到佢啲女朋友講呢，其實佢係一個呢，佢雙子座就係佢係好熱情嘅人，但係佢亦都係好內向嘅人嚟嘅。包括嗱，你海闊天空呢首歌係點啊？佢係一個極度壓力大，係完全係失眠啦，瞓唔到啦，完全極冇信心啦，對前路感覺到極迷惘啦。其實係佢入面好多首歌呢，佢都係講到嗰種前路不明，你就喂覺得係咪香港回歸前啊乜嘢嗰啲？其實唔關大環境事嘅，因為嗰陣時其實佢嘅出發點去唱呢，嗰個係咩？對於一個音樂人同埋一個創作人啊，喺呢個世代度點樣生存，佢就係探究呢個問題。Who am I？我係邊個？係咪啊？我係一個出嚟一個純粹唱粵語流行曲嘅歌手啊，定係我係一個中意夾 band，我中意係玩嗰種嘅 rock and roll 固定嘅 rock and roll，定係我係要創一個係將呢個潮流粵語元素同埋 rock and roll combine 出嚟，創翻一個新嘅派別。嗰個派別乜嘢呢？淨係你每個呢玩功夫嘅人呢，你發覺每個舞蹈家出名嘅咧，李小龍高舞武狀，每一個人呢都係呢，就去到某個年紀佢會誤導啊。佢誤導就係呢，你開始知道嗰樣嘢咧就係，譬如我當高舞武狀一開始佢係學嗰個劍道，咁一開始佢跟嘅只可以跟現有嘅大師，人哋點揸把劍，佢咪點揸咯，人哋點樣舞咪點樣舞咯。佢都係咁學，佢根本學嗰啲就係居合。咁所以最簡單，功武狀一開頭都係兩隻手拎住把劍噶，即係日本刀啦，日本人叫劍，兩隻手拎住，因為呢個係最正規噶嘛。但係慢慢佢發覺，當佢實戰入面，佢同人打真係以命相搏嘅時候，佢會覺得其實一隻手拎住把劍都夠噶啦。咁另一手吉咗出嚟，嗰隻手點啊？拎咗件架撐啦，唔一定係劍噶。佢打死佐佐木小次郎嘅時候拎嗰支係木棍嚟啊！個原因就係因為冇一把劍係咁長啊，所以佢要攞支木棍，就係支木棍夠長，攞嚟拗插佐佐木小次郎咯。所以嗱，你其實佢去到嗰一刻啊，高武武狀識得將把劍變做單手拎，另一手拎其他武器啊，而唔係拎一把兩個手都要拎刀啊，唔係再局限於嗰樣嘢啊。佢先進化成為真正嘅功武狀，嗰個先係佢嘅誤導啊！正如你 Beyond 就係你黃家駒，你喺香港紅磡體育館開埋，即係我細個睇過嗰場。你開個演唱會，你參加過咁多活動之後，你發覺香港樂壇，你肯平得亦都知道呢個地方唔適合你，你呼吸唔到，所以諗住我要去台灣，所以佢中間呢。例如佢有好多歌喺台灣度作嘅，跟住之後呢，你發覺佢要去到日本，但係去到日本佢覺得呢，原來人生路不熟。另外日本呢，喺嗰度又要參加嗰啲綜藝節目啊，又要去乜嘢啊，同埋日本又有好多嘅規矩呢。跟住呢，佢發覺其實每一個地方嗰個樂壇都係一個枷鎖，但係其實嗰個時日就已經誤導咗啦。包括佢走去啲嗰啲咁嘅什麼非洲啊嗰啲地方，可以佢拎住幾句咁嘅非洲話都可以繞晒阿瑪尼嘅時候出嚟嗰陣時咧，其實佢已經誤導噶啦，佢已經係誤導噶啦，即係佢嗰個我道咧，即係我你個我啊，道你個道啊，我道係乜嘢啊？就係 Beyond 咯，Beyond 係乜嘢啊？Beyond 就係黃家駒，黃家駒就係 Beyond。
所以嗰陣時其實咧，開頭當佢第一首真的愛你嘅時候，佢會覺得我怕冇下一首，跟住仲有我今次喺度唱綠帽，咁我下次應該唱邊個？唱阿哥、唱阿妹、唱細佬、唱老豆？唔係啊，下一次就係點啊？直情開一個唔同 chapter， 跟住下一次就係出一首由頭到尾都冇嘅，跟住焚第個下邊，跟住喺4個大 chapter 下面不停做創作啊。呢個就係 Beyond， 呢個就係 Beyond 嘅廣泛音域啊！呢個就係跳脫當代以至到現時粵語流行曲，情情塔塔啊，一係獨孤一味，好似王傑嗰啲啊，浪子浪成世啊，係咪啊？佢唔係啊，佢係其實佢冇浪子嘅歌，佢一樣有，佢有冇比王傑更加型嘅歌大把？係咪啊？無盡空虛啊，灰色軌跡啊，求其數2首出嚟啦，已經係嘛？係其實有冇聽 Beyond？你睇下幾耐攞幾多首歌出嚟就知噶啦吧？我隨時呢晚都攞到出嚟，因為我唯一熟嘅係 Beyond， 我真係冇人熟噶啦吓，其他真係有限公司嘅咋。喂，老實講句，佢就係因為佢識得開咗唔同 chapter 啊嘛。其實你真的愛你之後，係咪要完翻落去？今次真的愛你係阿媽，下次就真的愛你愛老豆咧？其實唔係嘅，甚至後期佢講咗一樣嘢，佢話唔需要全部都用一個 Beyond 整體，而 Beyond 整體就係跟佢啊。所以後期你發覺嗱，同一時間你發覺佢哋嗰鼓勵就係大家要有獨立嗰個自己嗰個單飛，同埋自己嗰種演藝嗰個造詣出嚟啊。所以你發覺其實中間嗱，我講過啦，完全地愛吧首歌係俾黃家強啊嘛，個原因係佢寫啊，但係問題佢覺得黃家強演得更加好。仲有第二首咧，冷雨夜，黃家強噶嘛，唔係黃家駒啊嘛。係啊，我講得好清楚啦，係嘛？喂，咁你冷雨夜其實後面嗰個系列係咩系列啊？咪就係喜歡你個系列咯。你睇翻，其實佢就係咁樣分4大系列噶啦。跟住嗱，其次你發覺入面咧，就係佢哋講嗰種黃家駒係點啊？深藍色嘅憂傷，因為佢入面包括喜歡你。喂，呢首歌其實好浪漫，但係嗰種浪漫就係好似係點啊？有種好淡然嘅哀傷、憂傷，有少少黑人風格嗰種孤，佢嗰種咧，佢嗰種係直情咧，有啲蕩然迴腸嗰隻噶。你其實你係冇一個嘅歌手，就算 even 我講你歌咩歌王定歌聖定歌神啊，許冠傑都做唔到噶，因為許冠傑佢淨係將粵語擺落去做粵語文化易上口，係咪？但係問題佢都做唔到嗰種咧，係乜嘢啊？做唔到嗰種曲嗰種層次啊！嗱，佢唔係淨係歌唱得好啊，係連嗰個曲同埋嗰個詞，佢都係鼎盛嘅。佢嗰個嘅音樂個技術咧係全面嘅，個全面度係香港所有樂壇冇一個人係及得上去。嗱，我去到今日可以寫呢個定論噶啦，甚至乎係對後世係有影響噶。其中一個咧就係90幾年嘅時候咧，萬千少女中意嗰個謝霆鋒。好大影響，點解好明顯？呢個係好明顯嘅影響噶。你就當謝霆鋒第一首出嚟嘅歌《壞習慣》，入面係有 Beyond 嘅風格，係啊，係嘛？即係嗱，你要知道啊，其實謝霆鋒啊，嗰個成個路向佢個演繹出嚟，其實佢就係近似乜嘢咧？其實唔係家駒嗰種演繹，佢似係阿坡嗰種。但係呢個都係 Beyond 俾佢整體嘅影響啊，因為其實佢唱出嚟，尤其壞習慣嗰種唱法，其實阿家駒唱法嚟噶嘛。你一聽就知噶啦，係嘛？咁呢樣嘢其實有機會問謝霆鋒咯，佢本人答應最好噶啦。但我覺得佢唔會話即係對 Beyond 係佢覺得否定，我覺得佢一定係受影響好大，係好大個影響，唔係細，好大。即係叫做話90年代咧最承繼 Beyond 嘅咧，其實就係謝霆鋒。即係只不過可能大家冇懷疑嘅咋，係嘛？咁其次咧，幫陳冠希填詞嗰班友都受會影響噶。
包括前阿陳冠希嗰首啦左上右落啦，死啦冇聽過，係咪啊？特警新人類嗰首主題曲都係啦，其實都 Okay. 即係都係有，我覺得有受到 Beyond 嘅影響嘅，即係講緊填詞嗰班啊，唔係陳冠希本身，陳冠希本身就冇，即係只不過係後面嗰班人啫。咁但係咧，我即係好坦白講一句咧，你入面你又見到咧，黃家駒咧嗰個其實佢自己首先佢係專家，但係其次咧，譬如佢揾嗰啲伍樂城啊其他人咧，佢係完全唔干預人哋，唔干預到咩地步咧？連打電話去咧，我覺得點樣都冇啊！連首歌唔好話個詞啊，連個曲嘅名都冇啊！佢俾人就係叫 Demo One、Demo Two、Demo Three， 所以今次入面咧，佢有一首完全未公開過，因為佢未作完噶。首歌就叫 Demo 02，得前面嗰段調噶咋，冇啊，冇中間嘅詞啊，冇結尾冇成啊，即係正如你嗰個喜歡你。佢淨係一開始就係嗰個嘟嘟嘟嘟嘟，就係嗰一段開始湊翻成首歌出嚟。佢咁樣寫啊嘛，因為我哋入面你睇到其實佢有啲歌係點啊？佢係攞住四個調嚟去寫噶咋。四個調開始，去再冚翻成首歌出嚟。佢點樣去攞個 puzzle 冚出嚟嘅？就係攞咗幾個 chord 再冚翻出嚟嘅咋。呢種作曲方式係冇一個香港樂壇嘅係咁樣啊，因為嚴格嚟講咧，你睇完你就明白咧，其實你定義佢唔應該定義係歌手，應該定義佢係音樂家。佢已經係音樂家嚟噶啦，而嗰種音樂家咧，其實你覺得首先嗱，佢受嘅教育程度好低嘅啫，中三嘅啫嘛。係啊，其實嗰陣時好似佢同埋阿葉世榮10零歲出嚟玩 band，去夾 band 做 band 友，其實邊讀得書啫，邊讀到書啫。嗰個葉世榮咪係，但係只不過因為中意音樂，嗰陣時啲音樂咧就係英文為主嘅，係冇錯。所以佢哋個個啲英文根底都唔差嘅。你留意下，即係雖然話冇讀過書啊，但係個個英文都唔差嘅，就係因為嗰陣時啲，即係你要玩音樂咧，你一定要唱出嚟，你一定要明，但係嗰啲係英文嚟嘅。咁而佢亦都係有用咗好大嘅心機。你而家啲人咧，你諗唔明啊？點樣將英文曲嗰種風格融合翻落去粵語曲嗰度？因為粵語歌咧就唔同佢嗰種係 rock and roll， 再去扭翻出嚟擺中文啊嘛。而佢嗰種當時嘅做法咧，就會有好多人咧認為佢係嗰個搖滾叛徒啊。係啊，呢個有講過。但係你呢個其實入面唔係搖滾叛徒，因為入面其實你留意下佢所創出嚟嘅嗰個，佢係一個開創個新派啊，就係佢嗰個球道啊，中間啊開咗出嚟嗰一派啊，係從來冇啊，以前冇噶，即係佢嗰啲同泰迪羅賓嗰啲都完全兩範嘢嚟噶，你留意下。唔同年代，就係嘛，同埋佢係可以咧，即係即係佢可以係喺個曲入面有金屬轉變噶嘛，同埋佢肯聽人講啊嘛。喂，例如你即係你葉世榮你打鼓啊，打鼓你入面梗係 control 節奏啊嘛。咁所以你又將可以去話俾家駒知，你不如將首曲係切開做4節，切開做3節，咁樣分開演繹，中間有間段位，啲人會聽翻入耳會順啲。喂，而家啲人冇呢種錯位噶。你試下頭先我同你講嗰堆嘢，你試下同江圖講，佢聽唔明嘅，因為佢就係演繹啫嘛。佢唔係自己去成首歌鬥出嚟啊嘛。喂，即係唔係針對一個人啊？就算你謝霆鋒都好，你係真係成首由零到冇，就哼住幾個曲調，甚至乎喺入面你聽到佢沖廁所嗰個水泵個聲，都記住嗰個係一個 chord 嚟嘅。喂，其實你呢種係你去到幾藝術家你先做到啊？嗱，所以其實咧，你嗱呢啲紀錄片你一定要睇，點解咧？因為嗱，而家佢講翻呢啲嘢咧，其實你唔同以往，因為以往大家睇嘅係成品嚟噶啦，即係由我僆仔嘅時候，我拎住呢兩隻碟嘅時候，
睇到嘅、聽到嘅嗰啲曲，你已經係成品啦。係啊，嗰個係成品嚟噶，你唔會知道佢個心路歷程噶，佢亦都唔會話俾你知，因為佢本身個人係一個內向嘅人，同一佢唔會講俾你知啊，係嘛？佢同埋亦都你要知道，佢就係反對嗰種嘅建制，同埋反對嗰種嘅制度，即係你將生活融入去嗰個事業，即係好似你嗰啲娛樂明星，好似劉德華咁。其實你就係過緊劉德華嘅生活，就係做緊劉德華嘅樣，做戲係做劉德華，出嚟唱歌又係劉德華，你出嚟做劉德華又係劉德華，你幾時都係劉德華，明白？但係佢唔係啊嘛，佢唔係啊嘛，佢要做嘅，佢唔係做劉德華，佢係黃家駒，佢就係黃家駒啊嘛。嗱，所以呢樣嘢其實就同本身嘅歌手係唔同，係有衝突噶。所以留意下咧，嗱，佢點解玩都冇玩到咁咧？第一，佢包括佢入面講咧，佢有啲習慣係點啊？要睇住電視，而家電視播緊套節目啊，例如而家播緊套卡通片啊，播龍珠啦，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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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咁個前頭咧，佢都攞咗嗰兩句咧，佢就自己播翻落去，攞個吉他。嗱，你去到點解會咁啊？因為佢對佢嚟講，音樂已經係佢第二語言啦。係啊，佢已經係咁樣嘅情況之下，佢咪自然到係咁樣播落去咯。你普通人點得啦？喂，如果我係唱歌，係因為我嘅工作，我係一個歌星，你點會咁樣啫？冇噶啦，呢啲要去到黃霑古家輝級數先做。而嗰個年代啲人會叫佢做呢個叫反叛啊嘛，唔係反叛，因為嗰陣時第一，佢啲歌迷係中意即係比較激動啦、激進啦。第二，覺得佢嗰啲好多離經叛道啊，批評呢個批評嗰個，覺得佢話你都即係走出嚟咁樣嘅，又戴耳環又成，覺得你話嗰啲風格係咪啊？好似好快咁樣，快擦咁樣。但係夾 band 本身夾 band 啲人，正常嚟計就係咁嘅咯。即係如果你唔隊草，你唔揈頭。你唔淫亂嘅，你夾咩 band？即係我真係覺得好白。其實 Beyond 已經好乖噶啦。其實你認真講句，好乖噶啦。冇乜緋聞先啊，起碼冇。第一冇食嗰啲咩揈頭啊嗰啲嘢。冇嗨草先啦，冇嗨草係嘛唔會同你講食 MDMA 係咪？另外第二唔會有嗰啲過度嘅，即係你所講過度嘅嗰啲嘅放肆放縱啦，係嘛？喂，即係其實佢都係人，係嘛？佢都要生活，佢都想搵多啲錢，係嘛？好過行出街買個即係行出街一個女都冇啊，跟住即係好手緊咁過日子啊！佢有講過啲嗱，你其實呢啲嘢咧，佢全部有做過出嚟噶。如果你睇過以前咧《Beyond 少年日記》咧，有個電視劇咧，另外第二佢有拍過啲戲嘅，入面講套嘢就係黃家駒咧係移民唔到啊！個原因點啊？因為佢為咗慳錢，佢每日朝頭早咧都係食一碗皮蛋粥就算，跟住咧點知咧就去照肺咧就影到咧有啲黑影嘅，原來皮蛋嚟嘅，跟住咧就懷疑佢個肺穿窿，跟住加上咧佢食得唔夠，成日都血氣唔夠混合，營養唔夠，咁跟住咧係啦，跟住成日會踎低起身見頭暈，跟住咧係咁儲錢，其實佢講緊自己嘅嘢啊嘛。嗱，其實你留意啊，佢好多嘢，其實佢講咗出嚟嘅，只不過咧係你有冇留意到嘅啫。其實佢嗰個咧，點解佢個音域咁廣，佢作啲歌可以咁廣泛咧？原因就係佢好多苦難磨練噶，佢唔係喂順風順水啊，什麼簽模特兒公司啊，跟住出嚟話有個老豆啊，乜嘢，佢唔係嗰啲咁嘅出身嘅，甚至乎咧喺佢當時咧。其實好多咧係純粹地下樂隊，或者咧小眾到咧去嗰啲去表演下咧，去乜嘢咧？地下樂隊匯集到啲 fans 20幾30人都已經好唔錯嗰隻噶啦。係啊，但係佢去到佢出嚟轉出嚟，去到全香港全個世界去面向嗰樣嘢，其實呢個過程人哋叫佢做叛徒，但其實呢個過程係佢心入面嘅內心掙扎嚟噶嘛。
而嗰種前路迷惘其實同我哋而家前路迷惘係一樣嘅咋，同覺得無家，覺得係無依無靠，覺得係四處漂泊。但係你正正係咁樣嘅情況之下，你先可以寫到最激情嘅作品啊嘛。都係，我同意啊。即係包括佢交個即係 demo 去商台時候，佢一直覺得《海闊天空》呢首歌係唔掂嘅。佢因為點解？佢嗰首歌聽落去冇特點，嗰一首歌聽落去咧太過普通。但係人哋聽就覺得唔係，因為人哋聽就覺得一開波你一開始個鋼琴嘟嘟嘟嗰幾句一瞓落去，已經係嗰種嘅幽怨，嗰種嘅悲哀已經出嚟啊嘛。呢樣多咗餘爭啦。而佢自己係唔覺啊嘛，嗰段時間，因為佢正於佢係嗰個漩渦嘅主角，佢自己經歷緊自己嘅事喎，佢只不過將佢嗰個時個心境演化做一首歌寫出嚟俾人睇啊嘛，所以佢自己聽落去咪覺得嗰首歌好普通咯。但係正係咁樣個思想寫出嚟嗰首歌係可以你發覺，當雨傘嘅時候吐出嚟，跟住你發覺喂，好重啊，好香港啊。其實佢之所以佢係香港嗰度誕生，香港度成長，香港度生活，香港度接觸音樂，所以促成到而家大家見到嘅黃家駒啊嘛。呢樣嘢就係因為佢有咁際遇，所以先形成到而家我哋見到成品嘅佢啊嘛。所以我就好建議大家咧，點樣睇一睇，同埋你要諗下。即係自己親生細佬，同埋你阿黃冠坡內關係好好啊，都唔即係33週年，都唔講句嘢，倒翻轉有啲拗撬嘅兩個，有拗撬都好啦。你有啲嘢係咪你可以即係33週年，你其實屌晒鬼都好啦，你可以即呢段時間唔需要咁乜嘢啊？你睇翻其實所有嘢，其實喂，你葉世榮咪佢真正嘅兄弟咯。葉世榮係葉世榮係葉世榮係咪喺中間？葉世榮係夾咗中間嘅，俾佢兩個。葉世榮都係後補嚟嘅咋。葉世榮咧本身唔係 Beyond， 即係唔係阿黃家駒本身玩開嘅鼓手嚟，佢係同阿黃家駒一齊玩，但係佢唔係佢鼓手嚟噶嘛，佢係因為黃家駒。其實黃家駒經歷過乜嘢？佢成隊 band 散咗啊嘛，佢原先嗰隊 band 個吉他手又唔玩，跟住佢我彈啦，我彈埋啦，跟住個主唱又移民，跟住我唱埋啦，跟住到個鼓手都唔玩啊嘛，跟住佢咪走去揾葉世榮咯，不如你幫我打鼓啊，係咁撚樣嚟嘅咋？你唔好以為一開頭喂大家預謀，其實唔係咁，佢只不過識，但係佢唔係同佢一隊 band 噶。即係呢啲嘢你要睇翻呢啲，你先會知道噶。你嗰陣時，你作為你睇 Beyond 或者你聽 Beyond，你唔知啊，因為你見嘅已經係4個人嘅 Beyond 嚟噶嘛，嗰個成品嚟噶嘛。喺呢度紀錄片咧都有啲嘢我覺得好嘅，佢冇 cut 噶，即係例如你 Beyond 曾經有5個成員嘅，係啊。咁佢問嗰個人嘅時候。跟住例如話，你覺得黃家駒咩顏色啊？嗰條友係點啊？呆咗嘅吓，我鳩知啊！佢冇cut噶，佢成個擺翻落去啊！即係佢肯定佢就嗰個係最直接嘅問題。跟住睇你啲人最直接嘅答案。第一時間反應。例如啲女嘅點答法？例如佢自己啲 partner， 即係例如葉世榮啊，佢啲 partner 點答法？跟住佢當時佢嘅。即係佢嗰個嘅經理人同埋佢嗰啲嘅，即係收佢啲 demo 啊，去寫詞啊，去作曲啊，嗰啲人啊，即係包括首歌嘅命名呢個問題，佢有一啲佢一定要自己揸翻嚟命名嘅，佢唔俾人命嘅。例如阿瑪尼已經係啦，佢冇交過俾人命名啊。咁但係當然嗰啲人會答話咩？你知啊？佢梗係有資格啦，其實佢都係行家嚟噶嘛。係。當然啦，即係如果你講作曲同埋你作詞，其實佢都係行家嚟噶嘛，啲人話。其實佢哋講嘅嘢咧好簡單噶咋。例如你而家打開
我拎我手上嗰隻 Beyond 隻碟，你可以喂睇翻啊，長城曲黃家駒係咪啊？跟住個詞啊劉卓輝，跟住點啊？嗰個有首歌叫《農民》，曲又黃家駒，詞又劉卓輝，係咪？跟住不可一世，曲同詞都係黃家駒，跟住咧呢個遙望，曲同詞都係黃家駒，跟住你睇翻呢個可否衝破，曲就黃家駒嚇，黃家強，跟住詞係葉世榮，全部都佢作嘅，田家寶佢作嘅。你睇翻得噶啦，你會唔會而家你打一首歌，同你講啊，作曲姜濤，作詞姜濤，編曲姜濤，主唱姜濤，會唔會咁啊？話你唔好話姜濤啊，劉德華詞我都唔會啦，會打，跟住同你講曲劉德華，詞劉德華，唱劉德華唔會啦。你睇翻爸爸媽媽阿黃貫中唱噶，曲黃家駒，詞黃貫坡，我是憤怒，黃家駒，跟住詞黃貫坡，其實兩隻歌同一個風格。都係 rock and roll， 就係黃貫中嗰種爆你嗰種風格嚟嘅，係嘛？係啊，好典型嘅。嗱，你睇翻嗱，命運是你家嗰個，即係俾嗰啲即係街邊流浪漢寫嗰個嗱，曲黃家駒，詞黃貫中，海闊天空，曲黃家駒，詞黃家駒，係嘛？即係我一睇翻嗰時個葉世榮啲相，成個啲蒙面超人嗰啲咩南江太郎咁樣，牛仔衫、牛仔褲，戴住手套。佢好咩嘅？佢不嬲都好平實嘅啲嚟，佢唔誇張嗰啲嚟，佢唔誇張嗰啲。係啦，阿浩明哥，你講兩句先，因為我要去攞杯嘢飲，你講住先。講咗少啦，我本身唔係家駒歌迷，我個時間，但係欣唔欣賞我欣賞，因為其實嚴格嚟講，我係冇偶像嘅。我係冇偶像，我首首歌計嘅，我首首歌計嘅。有啲我好欣賞啲詞，有啲我欣賞啲曲，有啲欣賞唱法。咁但係Beyond我係欣賞，同埋我哋70年代出世嗰班咧係見到佢變化嘅。咁我都講過啦，其實我又去嗰陣歡樂今宵，我想歡樂今宵做呢個打呢個沙地阿拉伯女王跳沙地阿拉伯跳舞女郎開始留意到佢嘅。因為我嗰陣時覺得好特別，因為嗰陣時冇呢個香港樂壇冇呢個沙地阿拉伯曲風嘅 band 冇呢樣嘢，冇啲咁嘅嘢。因為嗰陣時80年代，你話如果喺喺外地嘅都係美國啦，或者英國啦 Pet Shop Boy 啊嗰啲啦 Pet Shop Boy 啊嗰堆啦，或者再老啲就 Carpenter 嗰堆啦，即係再老少少。咁你話Beatles 啊，我哋嘅後生跟住比較多。跟住去到日本嗰時都未係好 hit， 日本嗰時未好 hit。歐洲美國比較多，所以嗰時有睇過歐洲同埋美國流行榜啊嘛。咁跟住再去，咁所以嗰陣時我聽過好新嘅。咁再去嗰陣時，我最印象深刻嗰啲就黑色午夜啦。我印象深刻嘅，就係因為嗰陣時同一時間咧，即係時間命也啦，同一時間咧。有幾隊 band 爆咗出嚟，我都中意嘅，譬如太極啊，我都中意嘅，一首兩首咧，吸邊都未有我中意嘅。Raidas 我中意嘅，風雲就一般咯，風雲就係普通啦。Raidas 我中意嘅。咁頭先文章就 Blue Jeans 就唔係太深印象，但係我嗰陣時係同一時間有幾隊爆咗出嚟，咁同一時間嗰陣時80年代啦，就好多唔同嘅曲風啊，我同一時間。可以同一時間存在嘅，即係譬如你話係秀蘭啊、關菊英啊，先輩啲啦，關正傑啊，呢比較前輩啲啦，呢比較蘇芮啊，我哋都有聽，我哋都有聽蘇芮，有一套賣忘但我出名。咁跟住去到即係冇，其實嗰陣時係爆一齊放嘅。咁你其實相對地嚟講，羅文嘅流行啲噶啦，甄妮嘅流行少少噶，任子祥最後再流行少少噶啦。跟住後尾先至再數譚詠麟、張國榮啦。其實喺嗰個年代，譚詠麟、張國榮喺呢班人面前嘅叫做當打後輩嚟嘅咋，佢當打後輩嚟嘅。咁跟住就再出就係 Beyond 啦，開始跟住 Beyond 出嚟啦。咁你話之前佢嗰啲 Lotus 啊，即係太地羅賓啊，
許冠傑啊呢啲咧我就唔係聽得好多，溫拿我都唔聽得好多，唔係我嗰嗱，年代，係老豆嗰年代。講一講先。嗱，嗯今日6月30號啊，係呢個咧 Beyond 咧靈魂人物黃家駒逝世33週年。Beyond 咧喺93年6月24號咧去到呢個東京富士電視台錄影啊呢個節目啊，想做什麼就什麼時候啊。咁啊，黃家駒咧不慎從高處就墮下，跟住咧頭部着地重創。跟住咧，經過多日喺東京女子醫科大學咧，留院搶救咧，最後不幸於6月30號逝世，終年31歲。咁啊，Beyond 呢兩位嘅成員啦，就呢個即係黃貫中啦，同埋咧就呢個葉世榮啊，今日啊都係喺呢個凌晨咧，分別咧就留言悼念咧呢個摯友，即係黃家駒啊。咁咧等我一陣啊，黃貫中咧就話啦，又到咗咧呢個630，咁樣咧就從沒有強迫自己要去咧將你追憶，要去將嗰啲嘅遺忘呼喚回來，因為咧像刀割那樣痛。可是我哋的青春亦都定格住喺裏面，記得曾經嘅你，曾經嘅我，從告別當天到而家已經係33個寒暑。你現在在哪裏？或許已經不再重要，因為你是真真正正活着的一個。葉世榮呢，則以永遠懷念呢4個字呢去悼念故友。其實佢唔多講嘢就係咁，跟住呢，就為咗紀念咧黃家駒逝世33週年，葉世榮同埋 Beyond 前經理人咧 Leslie Chan、陳健添共同監製黃家駒首個紀錄片《真的相識過》Because of You 家駒，已於咧6月25號上映。咁啊，電影咧會將樂迷咧深入認識呢位殿堂級嘅即係 Beyond 靈魂人物，回顧佢傳奇嘅音樂旅程。成條片全長129分鐘，除咗包括超過36分鐘嘅音樂片段呢，仲收錄一啲從嚟被曝光嘅珍貴嘅影像，亦都走訪香港、北京、台北、東京、多倫多同埋倫敦6地，去訪問多位喺 Beyond 不同時期嘅成員、團隊工作人員同埋黃家駒嘅親密好友。當中呢2個黃家駒嘅舊女朋友呢，就一齊受訪，係啊，咁啊，跟住咧就係我頭先所講啦，就其實佢之後嗰個啦，姓林嗰位咧就諗住係用未亡人身份咧出席佢嘅喪禮，但係俾黃家駒嘅家人咧拒絕。咁啊，同呢個家強啊，家駒嘅細佬咧有即係好多時咧就即係有拗撬啦。咁但係佢就即係佢自己講啦，佢話佢冇做呢個幕前好耐啦。咁同埋都已經咁多年啦，有需要再攞呢樣嘢嚟到宣傳自己咩？因為佢60幾歲啦已經。咁佢話咧，即係佢話咧，其實啲人關唔關注佢都冇所謂啊。佢已經冇呢個要去搏嘅理由咯。咁其實即係佢亦都去到今時今日仲講啦。佢話喺佢心目中咧，就已經同呢個家駒咧係成為夫妻噶啦咁樣。咁其實咧，當時咧，除咗呢2個佢嘅女朋友咧，仲有一個咧女性咧，當時有即係其實當時真係90年代有講嘅，就懷疑咧係同阿家駒有個小朋友嘅，因為仲有個女性咧，就係講緊咧係阿家駒咧嗰陣時咪去日本發展嘅，喺日本發展嘅前後咧，其實有個女性出現，成日都會係同佢一齊，因為即係就話到啦，好多嘅場合都會喺度啦。另外咧，其實就好多時又會發覺佢有陪住家駒咧，咁就懷疑最尾咧，即係可能家駒臨走之前咧，31歲走之前咧，其實佢可能30歲啊31歲呢段時間就同呢一位嘅女性咧，就可能係即係可能好親密，但係佢就冇認過係女朋友。其實佢每一個都冇認女朋友噶。咁其實咧喺佢入面亦都咧，你發覺今日你睇咧，佢入面其實都有即係佢過往即係而家出嚟講嘅2位啦，有講到其實佢咧即係包括即係講佢個人咧，其實佢話有首歌咪阿拉伯跳舞女郎嘅，佢話嗰陣時阿家駒咧就有講就話，咦阿拉伯跳舞女郎，喂阿拉伯正喎，可以娶4個老婆喎。跟住另外咧又有個講翻咧，
即係佢嗰陣時話佢一聽家駒俾嗰首《海闊天空》佢咧，佢話佢入面有嗰個原諒我這一生不羈放縱愛自由嘛。其實佢一聽到嗰一句咧，其實佢就覺得即係好錯愕。我感覺佢好似係想同某啲人去講聲 sorry，但係其實咧佢又覺得咧其中一樣嘢就係、究竟即係可能佢會覺得家駒成日好似即係佢會好隱藏自己嗰種感情。但係所以嗰樣嘢咧，大家當年係冇深挖到，因為其實當時講咧，即係叫做話，即係你先人都已經即係離去咗啦，咁亦都無謂就深挖啦。但係一路傳咧，其實家駒係即係佢有個仔仔嘅。咁而呢樣嘢咧，其實就咁耐咧，都冇一個特別再跟進到啦。但係 anyway，我覺得無論點都好咧，即係去到今時今日，即係30幾年啦，有套咁嘅紀錄片啦，其實好重要。其實的而且確，而家呢個年代，其實你攞黃家駒3個字，其實係咪可以攞嚟賺到大錢呢？佢在生時候佢都冇賺過大錢啦。我認真講，係咪？你就算覺得佢走咗之後，而家佢咁恨，某程度上，因為佢即係海闊天空係攞嚟做咗抗爭歌啊嘛。同埋佢呢首歌真係，呢首歌係紅遍全東南亞北華文地區啊，全中國地區都話。但係有冇話呢首歌係帶嚟巨大成就？但會有冇帶嚟俾佢巨大財富？真係冇啊！好坦白講，冇。咁所以其實你話認真講句嗱，你係全遍全個世界，即係起碼你香港，即係我覺得你個香港代表嘅歌咧，其中一首一定係《海闊天空》噶啦。梗係啦，甚至乎咧，即係叫做一個即係真係咧，後無來者，因為佢今日都話。佢話：如果家駒仲在世嘅，佢一定會想係見到有後來有第二個係超越佢，甚至乎係影響力同一個咁深遠嘅人。但係冇啊嘛，因為你個時代冇咗。包括其實嗰陣時點解會出到 Beyond 同黃家駒咧，好緊要一樣嘢，因為嗰時係英國治下嘅香港，英屬香港，而英屬香港咧，亦都真係要面對住嗰個回歸嗰個問題，所以就衍生出呢一班咧咁嘅激情同埋悲情嘅音樂創作人出嚟。你如果唔係喺一個咁樣嘅背景之下，你係冇呢種嘅心境去做創作㗎。即係嗱，如果好簡單啦，你喺嗰啲什麼澳洲啊、紐西蘭啊嗰啲咁嘅地方嗰度成長大，喂冇㗎，你咪最多條路唔同咗嘅，條路唔同咗。你最多你咪就睇住魔界嗰啲，跟住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冇呢個經歷又作唔到呢啲歌嘅。你冇嗰個心境啊！你都係喂，只會好似魔界嗰啲活在嗰啲咁嘅世界咯。因為你根本唔會覺得你會面對嗰種即係好似嗰種別離啊，嗰種嘅前路茫茫啊，嗰種嘅叫做覺得即係對成個時代啊。覺得好分崩離析啊！你冇呢種咁嘅情懷啊嘛！而家呢個環境逼你啊嘛，環境逼出嚟噶。所以嗱，你呢個咧，其實而家嚟計，你點會可以有環境逼到咁嘅人出嚟啊？逼唔到，就算有嘅，而家呢個時勢，你覺得就算你係有咁嘅人，你夠膽係將嗰種對你嗰個地方嗰種嘅即係睇唔順眼，或者你一啲感覺咁唱出嚟咩？你覺得你可以咁好似大地咁唱出嚟咩？邊得啊？你可以即係好似俾面派對嗰啲咁唱，係咯？唔得啦，係咪啊？想死係嘛？即係喂，死都唔得。係家駒嗰陣時先咁樣唱出嚟啊嘛！你其實嗰首歌你唱出嚟，你唔好話娛樂圈，你套落咩都啱啊！你睇下恒大單嘢。你都咪話唔俾面係咪先？你咁樣啫嘛，係嘛？你睇下恒大，即係你其實你睇翻而家嗰種直情，你睇下阿那依萍後期叫做即係阿平少上台之後嗰種世界，其實你套翻 Beyond 好嗰首歌都啱啊！哦，大把咯，係嘛？平少本身就金屬狂人啦，係咪先？你一唱金屬狂人就睇住佢啱啊，其實係嘛？即係唔係講笑係咪先？即係你睇翻其實 Beyond 嗰啲歌本身。你係好 match 呢個世代噶嘛？因為嗰個末世感好強噶嘛。
同埋再加上前路茫茫啦、身份認同啦，再加埋個8964啦，唔影響佢係假嘅，唔影係響。阿 Melody 話家駒把聲好吸引，其實咁樣噶。佢唔止淨係把聲，佢幾樣嘢幾特別。其實佢有咁嘅心境都好特別嘅。一般人係冇咁嘅心境嘅，佢已經係比佢早，即係佢個年紀早熟咗好多啊！即係佢嗰種滄桑感啊！即係其實佢同埋葉世榮咧嗰種滄桑咧，唔應該係佢嗰個年紀有噶。你明唔明啊？即係佢嗰種滄桑應該係好似我咁嘅年紀先開始有噶。你明唔明白？你唔喂大佬，你有幾折墮嘅陰功，你先會後生時有啲咁嘅滄桑嘅。我冇嘅，因為佢出世嗰年代60年代啦，當佢60年代香港未係全面起飛噶嘛，都係部分起飛。咁其實我相信嗰幾窮係，即係佢屋企窮係正常嘅。講真，60年代好多屋企都窮，即係其實60年代出世嗰班到70年代嗰班係見過香港真係窮嗰啲時間，見過真係九龍城寨有幾污糟啊嗰啲時間，所以係相對嚟講係早熟啲，即係冇80年代出世嗰班相對幸福啲嘅。啲物質比較充裕啲啊，各方面都條件都好啲。Anyway 啦，嗱今日咧呢一節咧，送俾黃家駒，因為而家咧我哋做節目，即係我做節目咧，同以前嘅心態唔同嗰啲啦。而家做節目，我想啊，即係做一日得一日啦，你唔知可以做幾耐啊，成日就會覺得唔舒服啊，咁你覺得人好化學嘅啫嚇，其實咁結果咪每一集都好啊，你將自己最想講出嚟咯。咁亦都覺得，例如好簡單嗱，就算有一日我唔喺呢個世界啦，死咗啦，你有其他 Beyond 嘅 fans，你有機會聽到呢一集，講黃家駒嘅，咁你可能你覺得，咦講到話，即係我而家閱讀黃家駒，原來越我都係覺得透徹嘅，咁我覺得咁咪夠咯，係嘛？留低個 footprint 啫，即係個足跡啫，係嘛？即係咯，留低個足跡俾你啫嘛。即係黃家駒寫到係咪先？呢個灰色軌跡，咁我都咪有所舊日的足跡咯。